女性去美容诊所救皮，马下注入向费用无够，救无回来，死亡的原因要搁咧调查。乌咸学院接力予台湾大游行，为高雄暴练9天，行到台北，展现抵抗中国、捍卫台湾主权决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我是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韩国政坛无平静，国会放调讲要逐礼拜发动弹劾，一直到总统尹锡悦落台为止。执政党宣布讲交予国务总理代理国政，引起质疑。有学者认为，总理长期代理国政恐惊会违反宪政，而且调野对象嘛引起社会对立，甚至会冲击到韩国经济。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无结果，也阁无论是国会议事堂外口，也是公话门头前，七八日是有有民众聚集，也那社会民意看法也无完全共款。 좀 화가 많이 났어요. 예? 화가 좀 많이 났어요. 어제 결과는 국민들이 원하는 대로 결과가 났어요. 윤석열 대통령이 원하는 대로 결과가 됐습니다. 民众看法无共款，激起对立，社会恐惊是韩日分裂。南韩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更加讲，将来每礼拜要推动弹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伊阁宣布，尹锡悦要阁再参与外交在内这国政。学者分析。 南韩调野这做法，或者政局变加更加不稳定。过去也不曾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总统几乎是被圈禁。我也并不认为，就是说，韩东勋他可以用这个宪法让这个国务总理这长期的这个代理，会容易再引起另外一个宪政的这个问题。 学者讲，执政党做法因讲是乌空，尹锡悦总统权力，相关政务若是由国务总理这人来代理，若欠少这个民意的基础，民众无满意，更加有危险的问题。因若执政党伫政治上用拖来等待改变，对到南韩经济未来会更加冲击。如果你韩国的一个政府这个陷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瘫痪哈，那你也很难这个去因应这个未来川普这个他所打出的这样的一个牌出来哈，不管是在关税或者是汇率等等。一场戒严风波过了后，对社会、政治到经济拢引发负面的效应。学者提醒，调野强若是无解决，互社会陷入不安、无稳定，尾后付出代价，也是南韩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爱水无分年岁甲性别，不过若要去做美容，就要注意安全性。有一个49岁女性去台北一间美容诊所做电波救皮，规身躯麻醉了后，却向费用无够，送去病院嘛救无回来。卫生局表示会去诊所稽查，若检察官嘛去验尸，要甲死亡的原因调查清楚。 检察官到病院太平间上验遗体，想要查清楚真正死亡的原因。不过死者家属无愿意受访，因为桃园一个49岁女性，初次去台北市中山区某一间医美诊所进行电波救皮疗程，无想到住院书面麻醉了后，雄煞唔知人，费用浓度无稳，互人紧急送往病院抢救，到尾也是救无转来。对这代志，有整形外科医师表示，电波热能伤强，较会致使民众受烫伤，所以一般电波救皮无建议规身躯 基本上是希望病人在清醒的情况下，然后病人在边操作，然后医师，然后跟操作的时候会跟医师或诊所端，然后回复说这样的热量或能量到底会不会过热、疼痛不舒服，然后医师再根据病人反应逐步做能量或气量的调节。 另外，盲情医师从那甲嘛伫面册专业提醒民众，接受书面麻醉进前，一定要确认是毋是有麻醉科医师在场。卫生局表示，目前也无接到家属တင်情，后续会针对诊所做相关的稽查。高血压的患者，你在做麻醉当中，也不能让他的血压掉到太低，以免他的心脏或者是脑部的这个灌流不足等等。那这其实都靠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有家属的陈情，或者是这个司法机关的一个移送。 那我们也可以对诊所来做一个稽查。卫生局讲，已经伫初八去这间诊所稽查，不过现场一楼大门锁条的，无法度入去。联络这间诊所的电话嘛无人接，一定初9会阁派员稽查。民众若是对医疗过程有疑问，会当向卫生局提出医疗建议调解申请。若是调解无成立，民众会当阁按照刑事还是民事诉讼流程提起告诉。本案事件医师列作因为业务过失，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了后，会当依照医师法的规定，依附医师定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平日假日时啊，合欢山武岭对大塞车，交通乱糟糟，实在是真危险。有一个民众暗时啊，骑奥多摆上山，透早落山的时，哪像是因为伤忝，一个细心钻去弄到对向的轿车。警方讲会加强执法的力头，嘛提醒乡亲驶车、骑车的时，千万要确定身体状况，确保安全。这台机车行到一半，煞向对向的车道冲去，对向的小客车未护险，两台车发生对撞。于是违规跨越双黄线，撞上对向的白色自小客车，造成诚信骑士多处擦伤。警方初步排除双方有啉酒。初7早起8点外，19岁姓陈的查甫人骑机车为南投雾社往埔里行驶，好亲像神去下过双黄线发生交通事故，查甫人真侪所在受伤，目前还搁伫病院急救。现场看到的人伫摇，好亲像暗时冲去武岭上忝。停得满满的，拍谁？我是被迫要开到中间的，我被迫开到中间的。民众有翕到通往武岭的第14架线两边互违停的车占去，完全无空旁，游客被逼爱行伫车道，车刚来当下过双黄线行。武岭这边搁较旱，客家无法度通过，人阵车流甲暗暝照甲光影影，道那亲像菜市啊共款真闹热。不过这个时阵是透早4点外，当地民众表示，这个月就要迎接耶诞节甲跨年，差不多每礼拜六拢是这种的景象。停车的部分没有规划得很完善，对，所以就是车流量太多的时候会全部都塞住。本分局已经加强疏导以及取缔，那本日一共开出5张罚单。警方表示，当地设有公路最高点，佮因为是宽岛车集合的热点，所以若到特殊假日，都会真侪人甲车。除了加派警力维持交通，嘛加强执法，民众嘛爱注意家己的体力，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来看中东的局势。叙利亚反抗军已经拍入去首都大马士革，总理讲要甲政权交接予临时政府。总统阿塞德嘛已经坐飞行机浪港离开叙利亚。不过风声讲阿塞德的飞行机哪像是摔落来，目前下落不明。若反抗军宣布政府倒台，阿塞德家族50年的统治正式煞过。驾出车歌爬上军车，甲军车合影庆祝。叙利亚反抗军沙漠解放组织初8早起才达宣布占领第3大城荷姆斯了后，无到中昼就拍入去首都大马士革，用真紧的速度占领首都，推翻阿塞德政府。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تم بحمده تعالى تحرير مدينة دمشق وإسقاط الطاغية بشار الأسد وإطلاق سراح جميع المعتقلين المظلومين。在着反抗军的声明，大马士革街路开始有大批民众庆祝阿塞德政府倒台。反抗军阁表示，因为阿塞德政府过去半世纪流离失所，也是互关起监狱内底民众已经会当回去厝。叙利亚总理是透过面册发布影片，表示愿意和平移交政权。أنا في منزلي لم أغادره وذلك بسبب انتمائي إلى هذا البلد وإننا نمد يدنا حتى إلى المعارضين الذين يعني مدوا يدهم وأكدوا أنهم لن يتعرضوا إلى أي إنسان إلى أي إنسان ينتمي إلى هذا الوطن السوري。综合外国媒体报道，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在反抗军拍入去首都了后，已经向港坐军机逃离叙利亚。不过有消息指出，伊坐军用运输机原本向叙利亚沿海地区飞去，却向越头向无共的方向飞行。飞行机阁发生向降低关度的状况，最后在雷达消失，技术熄机。消息真实力有上大可能是飞行机互拍落来，嘛互阿塞德的行踪变甲下落不明。公司新闻台是龙平益。镜头转来到国内，公家机关最近爆出真侪霸凌案，行政院嘛传出有处长毋但讲话真歹听，阁要求同事爱加班，煞袂使报加班费，害同事的身体甲心理拢出问题。行政院刘德英泰答应讲会好好处理这件代志，不过立委认为法规爱修改，甲霸凌的定义写好清楚。行政长杜英泰参加社会教科书活动开幕式，不过伫会前媒体关注焦点是行政院最近传出这场霸凌的事件。院长正院霸凌有掌握吗？会认为建员要道歉吗？回顾几个事件，有媒体报道，
行政院一个省政的处长除了用回补助，还佫骂同事以外，还佫要求同事加班，暗佫明报加班，刁难上调，互同事出现身心状况。行政回应，目前无收到相关申诉，暗佫有接到相关资讯会马上处理，绝对会重视这代志。调查立委拢认为，伫法制上依然爱加强，明确定义霸凌。行政院难道不能够痛定思痛，赶快去设立一个真正有效解决的 SOP 的机制？否则的话，根本不是真正的要解决现在公家机关的霸凌事件。在全面性的制度建构，这个需要行政立法一起来协力，需要修法的，需要在政策面以法规面补强现有的缺漏的，这些立法院也都同样承担责任。各部会连续传出霸凌事件，行政院要求人事行政总处成立的霸凌案成立通报平台，最近就上线，除了会保护通报的同事文书甲安全，权责机关也会限期回报。行政人事行政总处会追踪立管，建立安全的职场环境，阻止霸凌。记者综合报道。乌钦学院发起接力予台湾的大游行，抵抗中国捍卫台湾主权。因为高雄出发步练9天，今仔日上尾一站来到台北，现场有真侪民众参与，希望透过行动，让世界知影台湾是咱台湾人的。现场2000多个民众参与民间团体乌钦学院发起的接力予台湾的活动，自11月30对高雄出发，12月初8礼拜上尾站来到台北华山中央艺文公园。有对外国回来的民众表示，即马国际真关注台湾，希望透过行动，让世界知影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然后带囡仔来参与游行的家长，希望让囡仔了解台湾的政策。像咱最近迄个联合国顶条2758的决议啊。真可惜，国际开始支持咱，不过咱台湾国内有一寡人反对，这部分对国际顶头因会做 confuse， 因为唔知影讲吼，台湾人到底要啥物物件。所以我想讲，带囡仔为细汉的时阵就了解这寡代志，伊嘛是因真正将来了后，嘛会使保护台湾。伫上尾站的活动嘛发起青人白字的行动，招民众做伙摆出英语 Defend Taiwan 挺现捍卫台湾主权的主张。乌钦学院表示，即马真侪国际媒体、专家学者拢在观察，若是中国武力侵略台湾，台湾人捍卫国家的决心有偌济。创办乌钦学院的立委辛碧荣表示，目前咱在国际发声的管道真少，希望透过活动，甲台湾主权的危机权抢回来。我们现在对于公众的外交是比较缺乏的。如果我们这件事情不做好的话，中国其实可以轻而易举的利用 TikTok 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散播任何对台湾不利的消息，说台湾人其实想当中国人啊，台湾人其实对这个议题很明显的不想表态啊，台海的议题非常复杂，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募资非常重要的目标。辛碧荣嘛表示，乌钦学院接力予台湾的活动，也会有一系列的行动，希望在2025年达成80间媒体学者的国际接待。伫国外发起相关的宣传行动，进一步影响日本、韩国、欧美等等重要的国际盟友，互因了解台湾人捍卫国家的决心甲立场。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初4为嘉南港出发去日本的Okinawa。本地今仔日要转来，却因为船过量，有1800个台湾旅客掉伫咧日本。观光署是强调讲，目前船公司正咧检查，上紧后礼拜2会转来嘉南。若船有安全的问题，嘛会包开轮机，甲游客拢载转来。邮轮的大厅四界拢是人，赶紧到柜台来问，因为原定5天4暝的日本宫古岛、Okinawa 航海行程，可能无多少时间转来台湾。请以自行预订从那霸返还台湾机票的客人，前往5楼前台右侧的旅行社柜台进行登记报备。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初4载4000多名旅客甲工作人员对嘉南港出发，无想到航程中邮轮向故障，毋但影响到原本初8要转来嘉南港落船的1800多名台湾旅客，连原定初8要对嘉南港坐下一体这旅游行程的2700多名旅客也无倒来上船。台湾的旅行社可以帮忙协助划机位，然后目前大家就是一团乱。
地中海营药府也公布上新赔偿方案，旅客是专业退费。为了要核实的，有定时头一个甲第二个旅客会得到已经付的邮轮票价50%的抵用券，第三个甲第四个大人会得到每一个人75块美金的抵用券。伫末年底进前，任何地中海行程拢会使使用。也若是有旅客想要留伫日本佚佗，也提供交通的补助。行程上面的一些就没有办法进行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权益受损的部分，当然可以主张跟平保协会这边来提起，就是调解。观光署讲，这邮轮公司才伫进行船只检测，并且处理交通甲赔偿的代志。若船只安全无问题，有加车闸出发转来归人港；若是有安全的问题，也会甲包机纳入私运的方案。包机的费用会由旅行社甲邮轮公司协商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港的外海，昨暝11点左右，有一只巴拿马邮轮靠搭，出动时船顶拢总15个人，有3个船员惊船摒弃，就紧跳海。其中2个是已经救起来啊，不过还有另外1个还唔知影伫倒，搁咧搜救。规只船车45度，暗时拢看不清楚四周围的环境，船员用手机翕下这个景象，伫船顶等待救援。不过这时阵，听讲有3个人因为烦恼讲船摒弃，家己跳海想要逃生，其中2人互救起来。不过，还有一个落海中国籍船员正也伫找。船员内底有13个人，经送往台中的5车当综合病院来急救。船员受到当时意外发生时阵讲风影愈来愈大，造成船靠搭，想起来也是感觉会惊。Kapal terdampar karena engine tidak normal dan angin ombak kuat sehingga kapal terdampar. Oke. 这只巴拿马籍邮轮昨暗时11点左右结束下游的任务，其实因为海象无好，伫台中港北关外口大约500公尺所在，船靠搭去。当时船顶包含这船长总共15人，有3个人跳海逃生。空军直升机出动，将2个人救起来。不过，还有一个落海中国籍船员，这阵也伫咧找。也若台中港务分公司，伫这个事故发生了后，也赶紧来调集相关单位，成立应变小组。针对这一艘船，可能有一些重油它本身的油因为它已经没有载货了，先从路上来进行把这些油先把它抽取出来，那就不会担心它以后船即使有什么裂开啦或等等，就不会有油污的状况。船顶这阵救起来总共有14个人。台中港务分公司讲，这只邮轮虽然阵是空船，不过海象真歹，加上瓦群肉涨价，船只伫咧监控船体状况，暂时是无油流出来情形，也会甲船公司来参详后续处理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公园内底史迹资料馆本地是嘉义新社建筑物，新社伫咧1994年小起改建了后，这个所在就指定做市定古迹。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新社的历史，史迹资料馆就举办展览，了解嘉义新社甲嘉义公园之间的故事。用来到嘉义史迹资料馆的游客，了解内底展览内容，有新社建筑物的资料，嘛有嘉义较早物业的发展。嘉义市史迹资料馆为着要活化古迹空间，规划新社主题展览，互来遮的人透过展览来认捌嘉义。老一辈的耆老应该都知影，但是伫在少年囡仔就可能唔知。真侪人来到嘉义公园之后，伊可能唔知嘉义公园的历史，所以这个常设展特别把嘉义公园的这历史甲放在内底，让大家去了解。嘉义公园的史迹资料馆，伫日本时代是对去嘉义新社进前，互人做准备的所在。嘛有新社管理人员伫遮办公。嘉义市文化局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开半档的时间研究调查了后，佮甲遮的资料特别设计，透过展览来互民众知影。咱就是要甲咱嘉义市的这种体验、文化体验啊、文化新基地，市民会在重新的体验，会在做一个更新，嘛是有一个设计甲体验共同的融合。文化局表示，嘉义新社伫日本时代是台湾5大新社之一，虽然后来因为火灾小去。但是透过这个展览，会当互人重新认捌这栋建筑物幕后发展甲嘉义公园的历史，文化活化古迹空间，嘛互在地文化用新的方式继续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喜树大天府万丰宫32年会办一届三条王石大典，今仔日当头喜送王，真侪信徒拢来到求王尊锁啊，求平安嘛添好运。另外，庙方因家己做一个阵头，这清茶甲表演拢是日本的风格，展现遮的特色文化。
伫王船头前开水路，众人准备做伙甲撒去黄金海花通烧化，一路200公尺，上万的信徒小姐来求王船，场面真热闹。台南铁修大天府办风宫驾驶年考3条王桥，每12档一考，今年拄好台南400。王桥内底规模平引过加较大，其中重头戏送王仪式游玩尊教传统，有学者指出，以这项科技代王船文化，参早前的渔业有关系。这插船足大只，要送要游来海边，要烧饮食，无咧用电啊。第二，因只有男性才能参与游王船，这个原因也跟渔业文化有关。就过去渔船上对女性有较多禁忌。海边来请到咱的神农公啦，来主持这个教育啦，来替咱的地方来破解这的灾厄啦。同款人12档，便拿做招地方家己做翕相团来庆赞庙会胜事，总是啥人注目。全程团员计共90个，无论是服装也是定色，拢真有日本气味。在事件当中，因无奈播送日本海军进行曲顶歌曲，兼以高声参团员的欢呼声做节奏，嘛形成地方特殊的顶头文化。安尼就是较早就是一寡美鱼啊去日本佚佗，感觉讲蛮不错的，的回来就学一学啊。片面知道是他们日本的神教意义啦。阮的合作艺团，伫阮家大部分人咧讲拢会讲哈小，因为我们的口号就是哈小哈小。小王船文化常在台南西南沿海通看到，嘛是本土真重要的庙会活动之一。庙方公因结合南区公所甲济高背景，嘛办民俗庆典文化会活动，并且延续传统习俗的精神，嘛要互众人看到府城珍贵的宗教人文。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外岛地区12度到2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